班将军，跑！别跑！让一让！站住！有人！怎么回事啊？谢启林，你往哪儿跑？站住！啊！杜九，何事喧哗？是京城班家长女班香君在闹事。班话？难不成，这婚事又黄了？若这婚事黄了，那这班香君又可以继续祸害美男子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谢启林，就算孤独终老，也不可能跟你成婚的。你别过来，我是不可能跟你回去的。我班话来，也不是抓你跟我成婚的。啊！哎呦，这是来打人的！这下谢公子恐怕是俩脸了。哎呦，谢启林公子他是因为我才退了班香君的婚约，班香君心中有怒气，便冲我来吧，请不要伤了谢公子。不要伤我芸娘，有事冲我来。哎，这俩人还真是见敌情深呐！看样子这是要棒打鸳鸯啊！这就是。本香君天生丽质，才智双全，一个人过得也好生自在。若不是谢家求着我们班家，你谢启林能攀上我？你说谁呢？闭嘴！谢启林今日会负我，只怕他日也会负你。这银子就当做是你让我看清这个男人的谢礼好了。谢启林会负你，银子不会。这钱你好生留着，以备不时之需吧。那就祝二位百年恩好吧。嗯。堪称当前大。早听说他以貌取人了，要是你被他看上了，那可就完了。笑话，真以为我没见过男人啊？既不温柔也不贤淑，实在不像女子。杜九，自古之礼法，从未规定过女子便一定要温柔贤淑。眼下班香君只身而来，却占尽了上风，甚是有趣。有趣？公子，这哪有趣啊？这女子泼辣凶狠，彪悍至极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这班香君果非一般女子。